白起，朕命你为左庶长，受此虎符，千骑斩将，挥师伐楚。遵旨。公元前298年，白起、魏冉、李荣、司马错兵分两路进兵楚国，斩首楚军5万，得15城，楚国政局面临崩塌。大王被秦人扣押，如今国家危亡，如何是好？秦人背信弃义，扣押大王，又从两路进袭我楚国，令我头尾不得相容。如今楚国危在旦夕，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动用倾国之力，再度迎战秦军。如今大王尚在秦人手中，谁来下旨号令三军？那依晋大夫之意呢？这自然是要想办法先迎回大王。为了保证大王的安全，切不可做出触怒秦人的事情来。就是因为担心大王在秦国的安危，我楚国将士缩手缩脚，瞻前顾后，以至于我们三关洞开，秦人兵不血刃，长驱直入。眼看秦兵直捣郢都城下，我们若还抱着不可得罪秦人的想法，那就生生把都城宗庙都送到秦人手里了。那以你们之见呢？秦人扣押大王不放，为的是挟持大王，胁迫我楚国。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王。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另立新君，让秦人知道，即便挟持了大王，也无济于事。那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谈条件，才能够迎回大王。若立新君，当立公子兰。太子明明义立，为何要提公子兰？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质，杀人潜逃，又如何会惹怒秦人，扣押大王？似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又如何能再为楚君？大王在入秦之前已经跟臣妾说过，要废太子，另立子兰为楚。口说无凭，大王可否有留下诏书？太子恒在齐国为质，如今秦人攻城，火烧眉毛，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谁说太子恒仍在齐国？太子，你怎么回来了？太子在秦国为质，私逃回国，导致大祸。如今太子在齐国为质，又潜逃回国。你难道嫌楚国还不够水深火热吗？南后有旨，将太子恒拿下。是。慢着！大胆！是老夫下的命令，与齐国递交国书，请太子回国的。老令尹、三闾大夫，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大王蒙难，秦人兵临城下，楚国危急存亡之际，当令太子继位，主持国政。你不顾大王的旨意吗？南后假传圣旨，乃逆天大罪。你们反了！大王早就说过，太子失德当废。这是朝堂，请容妇人指手画脚。来人，请南后回宫。是。你敢？谁敢？追上！这是死人吗？追上！三闾大夫，南后毕竟是南后，你们竟敢如此无礼！老夫糊涂一世，这一刻我看得清楚，你这蛇鼠奸佞，若不滚开，老夫将你当场击杀！太子请。请太子继位。臣
拜见大王。众卿，免礼。谢大王。撤！报！此刻太后还未下旨，我们该如何进？白将军、魏将军，太后下令撤兵了。什么？太后下令撤兵了？楚国发生政变。什么？黄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昭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眼下是屈原主政。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还联络诸国，企图合力围攻我军。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执意放黄歇回楚，真是一步错棋。黄歇是太后最珍惜的贤良人才，他是绝不会难为黄歇的。问题是，如今黄歇与屈原日月辉映，相得益彰，合力扶持楚国新军，的确不好对付。我等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撤兵和谈也好。为扣押楚王一事，楚离子亲自出使诸国，累坏了身子。太后已经让白起撤兵了。是。太后怎么说？他说，他果然没看错黄歇，并说，此时伐楚本就不是灭楚，而是弱楚，不能一蹴而就，是该撤兵的时候了。太后不愧是当今女丈夫。母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这是仙鹤。公子府长得浓眉大眼，活脱一个小。义渠君在西北戍边，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给他们做的新衣，派人送过去了吗？都送走1个多月了，早该收到了。太后，今日春色媚人，让公子服到园子里走走吧。你就带着小公子去园子里走走吧。是。公子服，随我来。母后，那福儿先告退了。去告诉大监准备车马，我要出门一趟，去见个故人。是。慧儿，替我梳妆吧。那慧儿给太后梳个何样的发髻？寻常的就好，就梳个楚国的发髻吧。你们当那故人是谁？是大王不远万里请来的楚国大王，也算是我的兄长吧。啊，楚国已有新君，这退位的楚王该称先王才是。先王？太后，陨了的大王才叫先王不是？是啊，其实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太后来了。你可认识我？恕寡人眼拙。你不记得我了？父王留给你后宫兄妹几十个，你我虽然见过面，
但你也早将我忘干净了。是你，你是芈月，你是寡人的王妹，就是你，害得寡人好苦。大胆！太后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有何叫不得？我乃一国之君，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行，吾王夷鲁不亲吾美女伺候，接我来咸阳，却不请我入咸阳宫，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见不得人的鬼地方。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你虽行无王夷鲁部，寝无美女伺候，但时有善夫打理，衣有锦缎丝绸，楚王也不算委屈。哼！你们秦国的膳食、丝绸，怎能与我楚国相比？你若识趣，好好的将寡人送回楚国，免得两国交兵，以血洗血。只怕当下无人肯为你发兵救驾。只要寡人下诏书，我楚国贤臣济济，晋上大夫对寡人披肝沥胆，还有老令尹朝阳，一贯是忠心贯日。可惜啊，你的诏书下得太晚。数月前，我秦军大举伐楚，连下15城。你们老令尹和屈夫子责怪你贪恋秦国山水，不肯归楚，所以扶太子登基了。你说什么？太子恒也已成为楚国新君，你后继有人了，可以安心了。逆子，他这是想要寡人的命啊！王妹，你若将寡人送回楚国，待寡人复位以后，愿用半壁江山酬谢你。原来你心心念念的，并非是你的江山，而是王位。有了王位，什么不可以有？江山美人皆可失而复得，寡人才是一国之君，绝不能让人就这么谋朝篡位。等寡人回了楚国，先要严惩芈衡那个逆子，还有朝阳那老匹夫，还有屈原，还有……只怕楚国并不期盼你回去。芈衡得位不正，臣民不服。自寡人继位以来，肆意无不臣服。你继位之初，借先王余威，楚国曾一时成兴旺之势，甚至被推为6国合纵之长。只可惜，你此后信佞臣宠奸妃，贪小利少谋略，将那楚国在先王手中创下的大好局面步步断送。你已是楚人身上的拥居钉疮，没有你，只怕楚国会好很多。王妹，人非圣贤呐！只要你送寡人回楚国，寡人发誓，以后一定事事为秦楚两国着想，永结秦楚之好。乌郡，还有黔中郡，寡人可以把这天下富庶粮仓都割让给秦国。你的话可有信用？有，寡人可以当下就给你写下承诺凭证。你已退位，你的承诺凭证不值一文。只要你能助寡人复位，何愁那些城池土地呀？我曾经被饿怕了，
不喜画饼充饥。既然秦国见不到乌郡和黔中郡这2个天下粮仓，那只好委屈你，在此处多盘桓些日子。寡人要回郢都，寡人一刻也不能在你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耽搁下去了。你会回去的。既然你愧对父王的在天之灵，有一日楚地归秦，我会把你送回郢都去，把你关在先祖的陵园之中，日日向父王忏悔，让世人看看这昏君的下场。你敢！大秦功臣以魏冉、米荣、白起为首，勤劳国家，功德茂盛。特封魏冉为穰侯，米荣为华阳君，白起为武安君，公子嬴福志节谨度，满而不义，特封为晋阳君。臣谢太后大王隆恩。免礼。虎爷啊，刚才看到了吗？我儿子多有出息。你怎么不高兴？那是秦国的分封，跟义渠没什么干系。怎么没干系？魏冉、米荣、白起是谁？我七弟。嬴福又是谁？我儿子。大王，那魏冉、米荣和白起是秦国的战将，不是咱们义渠的战将啊。那又如何呀？如今我义渠已经归顺秦国了，还分什么义渠秦国的？哼！可大王，你儿子姓嬴，不姓翟。你说的这话我不知道吗？大王，太后是大王的女人，那也就是咱们义渠的女人呐。可她心里装的都是大秦的江山社稷，哪里有一分一毫是给咱们义渠的？够了！你还想让太后给你什么？你不是已经做了上将军？上将军，既然是分封，那也该有我们义渠兄弟们的份儿。就算我当上了上将军，那其他兄弟们呢？咱们义渠的兄弟们也该在草原之外的地方也封个什么侯啊、君啊当的。凭什么他？大王，大王，雍大人。司马将军，在下有话。将军但说无妨。今日分封之事，只怕诸臣心中会有所不满啊。将军说的是公子服，他毕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大殿之上还有很多有功之臣，公子服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寸功未立，太后却封他为君，居然与战功赫赫的白起等人并称，这未免太过分了吧？将军当知道，这晋阳君之位并非太后私心自用。这些年，义渠君及其手下立了大功，但义渠人
只会打天下，不懂得管天下。太后不能分封他们，只好转封小公子。一来为小公子亮于人前证明身份，二来也是安抚义渠君之心呐。怎么说来也是无奈之举啊。当初太后对义渠人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们为大王登基及平定诸公子之乱立了大功。后来凭借义渠人之手，大清建立起一支骁勇善战的无敌铁骑。如今，在这支铁骑当中，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是义渠人，多少是秦人。太后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的江山呐。大王回来了，快把衣服拿过来。瑶儿，你马上就要临产了，怎么还动来动去的？应该多休息。瑶儿请大王更衣。太后说了，要在交房殿举行家宴，让大王过去。家宴？什么家宴？义渠君回来了，太后说大家许久不见了，应该聚一聚。寡人不去。寡人会差人禀报母后，就说寡人身子略感不适。大王真的是身子不适吗？实话讲，只要与那义渠人共处一室，寡人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是。太后请大王过去，恐怕不只是为了撮合大王与义渠君，更多的是兄弟之情和母子情缘呀。大王，你还是过去吧。走喽，飞了！福儿，飞起来喽！在草原上就是这样的，飞哟！臣弟见过王兄。母后。坐。小子，你还是跟你的福弟坐下面吧。你说什么？你母亲的身边自然是我的位置。母后。继儿，今日是家宴，不必拘礼。我和义渠君已许久不见，有些话要对他说。你和福儿先述述兄弟情也好。奏乐，献舞。今日大家可放纵些，多喝些酒。月儿，我们共饮此杯。王兄，福儿敬你一杯。福弟，你年纪还小，少喝些酒才对。谢王兄关心，福儿记住了。哎呀！月儿，来，尝尝这鹿肉。怎样？肉质鲜嫩，果然不错。继儿，
母亲敬你一杯。义渠君，尝尝这果子甜不甜？甜。义渠君，寡人敬你一杯。来。继儿，母后，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王后了，她可好？多谢母后挂念。楚王关押在咸阳郊外，毕竟父女一场，他心里一定忐忑不安。瑶儿识得大体，从未提及过此事。王后是个懂事的孩子。方才酒席间，继儿做得很好，王者胸怀气度，母亲欣慰。孩儿不明白母亲什么意思。义渠君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不太懂得礼数，不必放在心上。他不懂礼数。当年他也曾面见过父王，难道父王在时，他也敢这样对待他？继儿，我大秦今日，有何理由要一个大王看戎狄人的脸色？我们是亏欠了恩义，还是逊色了武力？若是亏欠了恩义，这些年给义渠人的优容，大量的军械、财物、粮食，已经足以偿还了。他若还嫌少，寡人可以再给他几座城池吗？若是逊色了武力，那我们也不必再去伐楚、征东了。先把这卧榻上的戎狄给解决了才是。继儿，义渠君虽然礼仪有失，但他对我秦国，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来日，都是极大的援助。你怎么可以为了一时之气，有这种自毁栋梁的想法？若是这栋梁妨碍了我们的腿脚，那就是放错了地方，让我们画地自求了。继儿，你喝多了。君王需要的是制怒、慎独。等你明日清醒了，再来同我说话。太后，你们怎么站在这儿？义渠君不让我们进去服侍。你们去门外候着吧。是。背上又多了伤口。两军交战，哪能没有伤啊？哎，那这肩上的伤呢？嗨，这是上月与林胡人交战，不小心被斧头蹭了一下。这一侧，就差点砍掉了你的肩膀。肩上伤口正在长肉呢。哎，不准用手抓，好不容易刚刚结了疤。月儿，
还是你这儿舒服呀，住下来就不想走了。那就别走了，省得我整日提心吊胆。那可不行，你天生就离不开这一道道宫墙，一道道门。我却离开了草原不能活。我没逼你跟我回草原，你也别勉强我住到你的四方天里来。你这匹不知归家的野马，你怎么就不惦记我，不惦记福儿？你手下将士成千上万，何必要亲自披挂上阵，让白起、魏冉替你领兵打仗不好吗？我们一群人的兵马，只能我们一群人率领。啊，说到这儿，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跟我说什么？月儿，我想好了，下次再出门，我想带上福儿，让她跟我回草原看看。福儿，她才7岁，7岁不小了，哼，是该让她掌管草原的时候了。等以后我老了，打不动了，我就让这小子替我去打仗。福儿是秦国公子。我已经给他封了城池，将来他麾下自有百战之将，何必要他亲自出征打仗？你这是慈母多败子，你想把我们福儿养成屋檐下的小家雀啊？不骑马不打仗，哪能算得上我们义渠的男儿？义渠人和秦人各有长短。义渠人到了秦国就要学会秦国的规矩，并非事事都要靠刀剑和拳头。好男儿也不必从生到死都在马背上。你说的好男儿就跟你儿子一样，啊，永远在人面前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什么我儿子你儿子，他们都是你我2人的孩儿。继儿有何不好的？知书懂礼，善解人意。倒是你。身为长辈，故意招惹他。今日家宴若不是继儿大度，我还不知如何收场。他不高兴，动手就是了。你要跟自己的孩儿动手吗？哼，算了，他姓什么呀？姓嬴，他不姓翟。哼，在这个宫里啊，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能随我的姓。你是诚心想有一日断绝我们的父子亲情啊？你什么意思？我眼睛不瞎，嬴稷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父亲。他父王在他10岁的时候才遭的，他心里惦记生父，不容易转还。他是小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他还小孩子，他都要生儿育女了，只有你仍然把他当个孩子。我不和你说了。今日你是诚心与我胡闹。我可没胡闹啊，我说的都是正经事。你这个太后再威风，那也是我们义渠的女人。若朝廷分个有亲有疏，那也得先让好事落在我们义渠人的头上。说到底，这秦国天下也有我们义渠人的一份儿。太后，雍大人魏将军求见，请他们进来。是。太后，怎么了？昨日半夜，楚王米怀买通身边的侍卫看守，逃出行宫，不知下落。派人搜捕了吗？已下令秦军封锁各路关卡，缉拿米怀。来，走吧。啊，下一个。走吧。哦，爷，拿来看看。
可以了。你，哎，不急，今日这是怎么了？如临大敌的。来，我们的，听说那楚王米怀跑了，眼下正满城搜捕他。哦，哼，走吧。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楚国老头，让他在眼鼻子底下溜走了。一群废物！走，走吧，闪开！闪开！闪开！你是？哎，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排队？瞎了你的狗眼！老子是谁不知道吗？将军，今日大王有令，任何人出入咸阳城都当接受盘查。这咸阳城就是老子带人拿下的，你们大王的王位也是我等拿性命换来的。你说，该查不该查？啊！将军。将军，军命难违。闪开！将军，闪开！跟我来！是。闪开！敢挡老子的道！胡威将军，蒙将军，我等都是大秦命官，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就该按照大秦法度办事。一渠将士不在军营之内，就要遵守大秦律法，任何人不得违背。更何况，今日情况特殊，要缉拿要犯。我虎威已经出了大营，来到了咸阳城。蒙将军，你说这些废话什么意思？想打架呀？来呀！你们想干什么？持械私斗，都不想活了？收起来！放行！进城！雍大人，那些义渠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大秦法度，飞扬跋扈，出言无状。若不加以约束，任其放纵，只怕会被别人效仿。同恶相济，长此以往，这咸阳城内的治安将难以维持啊！宫中传来消息，说王后即将生产，大王情绪焦虑，太后呢又政务繁杂。这义渠人的事情也是棘手的，只好先往下压一压，等我择机再向太后禀报此事。继儿，怎么回事？不好，瑶儿早产，太医已经在里面了。王后还不到产期，怎么会突然早产？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动了胎气。身边伺候的人呢？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奴婢不敢。王后在使把劲儿。王后吉人天下，一定会没事的。生了！恭喜太后，恭喜大王！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大王得了一个嫡子。大王太后，王后产后血流不止，恐有性命之忧。快进去，全力施救！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去呀！王后怎么样了？王后她，快说呀！王后她不行了。瑶儿，继儿，大王，大王，产房不急，不能进去啊！继儿，母后。
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瑶儿，先生，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快请他们进来。是。楚离子，楚离子，坐。楚离子，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跪体前安，非常牵挂，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是，在魏国边境上，那楚王怀穷途末路，先是到赵国，赵国不敢让他入境，后又到魏国，魏国也不肯接纳，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这就狮子座此手，破鼓万人锤呀！你等何苦要如丧考妣呀？啊！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想当初，老夫曾与太后打赌，10年为期，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这10年期还未到，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哼，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也可效为先人了。楚离子乃大秦智囊，一向料事如神，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要说嘱托，有2件事可放不下。对外，秦国的对手不多了，只4个字：若楚灭齐。对内，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城是大秦的心头之患。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但他不服秦国律法，自行其事，成为国中之国，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但如今太后摄政，我们想动他很难呐。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就算继续留在宫中，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更何况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如硬要大王动手，恐怕……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是要提防着有一日那义渠人
先动手。楚离子的意思是，义渠人会反。那义渠人天性强悍，胆大妄为，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大王已经承认了，早晚要亲政。待大王自掌权柄，号令天下之时，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不听调教，内乱回国。这大秦将有阴难。楚离子之嘱托事关重大，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楚离子的后事安排得如何了？都已安排妥当，以国相葬，后续家人。另外还有一事，楚离子已过世，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谢太后厚爱，但老臣老迈了，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雍大人心中可有人选？微臣看，魏冉将军文韬武略，智明勇功，最合适不过。举贤不避亲嘛。对了，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何时的事情？自从将他捉回咸阳，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太医院派人看过，说是肝郁气滞之症，昨日病故了。米怀昏聩，却恋故土，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就把他送回楚国吧。是。说起楚国，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上下一心，士气大振。伐楚久攻不下，拖延下去，大量将士滞留楚国，开销庞大，收获却甚微，得不偿失。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太后所言甚是，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倒不如暂时退一步。楚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是弱楚灭齐。眼下楚国势微，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只剩下齐国了。齐王向来贪暴不义，他刚刚灭了宋国，至交意满，招得诸国愤恨。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联合燕赵魏韩，共同伐齐。是。这么多年，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妾有意，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难免心里愧疚。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听说楚离子临终时，还有一事搁放不下。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楚离子过虑了，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让他们也加入，要一视同仁。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韩、魏5国伐齐。
连下齐国70余城，势如破竹。联军攻入临淄，齐王被杀。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国土尽丧。各位爱卿，齐国亡了。恭喜太后，恭喜大王。分这么点儿，哪够我们用的？就是。这次讨伐，朝廷论功行赏，该封的封，该赏的赏，唯独落下咱们一局。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玉器吗？还有酒水、腌肉，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你们2个小子，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成了家，这胳膊肘就往外拐，替秦人说话？看清楚点，这是咸阳城，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这些年，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老子就分得清楚，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且不说这次伐齐，上次攻打韩国、魏国，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哼，我看那魏然当了国相，白起是大良造。嘿嘿，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闵荣都是华阳君，又封了个新城君。咱们有什么呀？啊，有什么？有个屁！对呀，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把我们撂到最后。怎么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对，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不公平！这他娘的是酒吗？都酸了，拿着马尿糊弄老子！娘的！将军，你消消气儿，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将军。哎，这不现成了吗？哎，站住！将军，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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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喂，停车！站住！站住！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什么新成军？不就是闵荣那小子吗？你们不行，我该疯了！啊！将军不可！将军，放开！哎，好酒，这才是好酒呢！哥几个，哎，把这酒都弄咱们义渠大营去！快！将军不可！闪开！闪开！你爷爷撕巴了你！走！报告毛王将军，是快走！把货拉走！哎，公开滋事，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简直是目无王法！我看此事你可以这么办，你去找米荣将军，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米荣将军？对呀，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米荣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哎，您看看，多好啊！好啊！就这2张狼皮，别的没有了。哎，你等等，你别走，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这不行啊！我这锦缎很贵的。贵什么贵？2张狼皮换1匹锦缎，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哎，我说你个奸商，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打你啊！哎，你别走！谁怕你啊？这是咸阳，不是你们义渠，这里可是讲情法的地方，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哎，你个臭娘们儿！将军，这2人蛮横不讲理，咱不要了。
这是咸阳城，前早就过不讲理，这看来不起。别动！你别走！你把我锦缎弄破了！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你赔我钱！赔我钱呢！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想讹诈我们！别看我们将军老实，就可真有你们讹诈，听见没有？不是，你别走！走啊！赔钱！不撒！撒不撒？不撒！不赔钱！赔钱！赔我的钱！赔我的锦缎！你们不赔钱！还敢在关中门前出城赔钱呢你！你撒手就第二去！你别走！别走！赔钱呐！赔钱！快走！将军，别走！别走！人就出事了！哎！走！怎么了？你怎么了？快起来呀！你没事吧？杀人了！杀人了！一群人杀人了！走！快点！杀人了！杀人了！快！杀人了！别动！别动！别动！大王有令，不管何人触犯秦法，一律依法严办。魏将军，走吧。上来！义渠军有事找寡人。不错。何事？我手下有几个将士，在街市上误伤了人，被廷尉抓走了。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你知道，他是我义渠的勇士，战功累累。我刚刚派人去接，廷尉不肯放人，说这都是你的吩咐。虎威等人违法乱纪，在秦国之内，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也不例外。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以往犯了过错，大营派去接人，只要交了赎金，便可无事。为何这次不放人？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自然交了赎金便可。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哼，好。我今日倒要听听，你如何行事啊？杀人偿命。偿命？一个街边的小贩，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不管任何人，都是我大秦的子民。寡人身为秦王，就要为他们做主。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不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听好了，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我才对你容忍再三，你不要得寸进尺。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对你再三容忍。你可明白，这里是大秦，不是义渠，这里我说了才算。虎威触犯秦法，他是死定了。寡人即刻下旨，让廷尉府议罪。说了算？你以为你是谁呀？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你才能做这个秦王。如果我说个不字，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乃嬴氏王族，继承祖业。岂是要你的允许？继承祖业，继承祖业，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才把你送上王位。如果没有我，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放肆！我生父乃先惠文王，一个夷狄之辈，也敢自称为父？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祭过祖宗，成过亲。你母后嫁我为父，我们自然是一家人。你这些年，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视为己出。可惜呀，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既然你视我为外人，我也不想与你亲近。
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好，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你的家，嫁你为妇，你疯了吗你？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你。我们在楚国的探报还说，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不顾黄歇的劝阻，再一次流放了屈子。眼下，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母后，继儿，怎么了？你们都先退下吧。是。怎么了，继儿？母后，你和义渠君他……义渠君如何？您是父王的妃子，大秦的太后。可那个戎狄蛮子，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正式嫁他为妇。你这么着急赶过来，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坐下说吧。母后，先喝口水。母后，您说呀。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我知道，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却不可以再嫁人，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另外，我也想有个家。就是因为这个？对，就这么简单。可他不这么想。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不会，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母后，继儿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这是因小失大。那依你看，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母后，您不是普通的妇人，您是大秦的太后，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可母亲想要的东西，却是可望不可及。您说什么？可望不可及？您一直想要的，不就是天下吗？有一日，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看来，你的确是不明白。走，母亲带你去个地方。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可不是吗？转眼这都快20年了。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粗鲁。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后来母亲有了身孕，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这里这么局促狭小，怎好住人？我与你冉舅舅、葵婆婆，还有香儿、慧儿，我们就住在这儿。我们一无所有，却很温馨。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
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我原本打算着，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的出宫，做个无牵无挂的人。出宫？对母亲来讲，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疼自己、疼孩儿的夫君。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进了秦宫，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那母后究竟属于何人？皇歇？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你皇叔父，论情，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止乎于理。如今，他只是母亲的至亲。可不管是谁，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义渠君是个好男人，有情有义，侠骨柔肠。错不在义渠君，那错在谁？难道错在母后？母亲也没错，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继儿，这些你都懂吗？孩儿不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自然不会懂母亲。你若要责怪，就怪母亲做了太后，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这初衷，对外人是小，对母亲是大。对外人是可有可无，可对母亲来讲，却是取暖的炭火。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面对大秦的社稷，母亲仍然是个女人。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天下人妻无数，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孩儿是怕，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母后不得不做取舍。不会，不会有那一日的。太后，义渠君来了。义渠君口干舌燥的，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是。你午后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找不到。我带继儿去了会院。你躲我？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何必故意去激他？对他说了又如何？他是秦王，得敢做敢当。哼，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你们两人针锋相对，明明是一家人，却要搞得剑拔弩张，何必呢？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他当上了秦王，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好啊，既然他长大了，娶妻生子了，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我们跟他分账吧。什么分账？分开过。按照草原的规矩，孩子长大了，
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你我也不让他吃亏。嬴稷登基的时候，秦国有多少土地，就给他多少土地。你的意思是，从楚国，还有自韩、赵、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都不给继儿？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与这小儿何干？不可以分账。为什么不可以？义渠君，这么多年，我们既是家人，又是君臣。论君臣，我和继儿，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才能共治天下，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论家人，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才能松萝共倚，同舟共济。若照你这么分账，就会变得不堪一击。这么多年，你和继儿虽有龃龉，但总算是相安无事，怎么能说分就分，说拆就拆了呢？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月儿，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我说过你吗？我管过你吗？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他容不下我，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在他的眼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你先让一步，我也会劝继儿让步。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也别太执拗了，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你让我试试，好吗？那你就告诉他，马上放了我的人。义渠人在秦国以养庸成患，铲除他们，是早晚要做的事。处理子过世之前，对此事也曾有过嘱托。不过，依老臣看，天地相应者，方能成事。眼下便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局。何谓天时？何谓地利？何谓人和？当日诸公子之乱，诸国陈兵函谷关外，大秦危在旦夕。若太后不安抚住义渠人，则西北跟着大乱，所以必须对义渠人诸般忍让。如今我大秦如日中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忍让义渠人了，此乃天时也。本来义渠人是猛虎，若在草原天高地阔，我们已由他去了。但如今他们却执意要留在咸阳，并打算鸠占鹊巢，如此虎落平原，就由不得他了。此乃地利也。太后执政以来，坚持推行先惠文王的商君之法，可义渠人屡犯法令，败坏纲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侧目。此时我们拿义渠人开刀，是人心所向，既符合太后推行商君之法的初衷，又可以让各郡县借此整肃风气，取得地方上的拥戴，此乃人和也。雍大人言之有理，只是义渠君与大秦有功，与太后有情，我等不好贸然先动手。但眼下的情形，他们会比我们着急，倒不如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好，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主意去办。这是我和香儿、慧儿他们给你做的冬衣，你拿回去试试，看看是否合适。谢太后恩宠。好啦，这里又没有外人，叫我姐姐即可。姐姐，小冉能有今日，
都是因为姐姐爱顾庇护。姐姐一个人势单力孤的，能做什么？还不是我们彼此扶持照应，才有了今日。所以姐姐心里最怕的是自己人与自己人过不去，骨肉自相残杀。大王虽然因为义渠君与太后心生嫌隙，但大王绝不会仅因个人好恶判定是非，一叶障目，而罔顾大秦的社稷天下。那就好。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那场诸公子之乱，姐姐有生之年绝对不想让大秦再遭受这样的祸事。列国争雄，不进则退，如若在内部分裂，那才是心痛仇快。和江山社稷比起来，义渠人的事只是小事一桩，各自忍让一步，就可尽如人意。是，天色不早了，小冉先告辞了。义渠君，慧儿，你去看看今日膳房准备了什么晚膳，有没有义渠君爱吃的炖羊肉？是。你这是做什么？魏冉又没有冒犯你，怎么没冒犯？虎威都被抓了3天了，为何还不放人？我已传旨，让廷尉府暂缓问罪。但虎威杀人证据确凿，总不能不问不审就放了吧？既然答应放人，还审什么？是不是你们还想再拖延点时间，找个借口杀了他？你可知这是为难之事？按照大秦律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日继儿的父王犯法，商君因为他是太子难以责罚，就割了太子父的鼻子。如今虎威杀人，我若轻而易举放过，那世人便会以为秦国执法因人而异，那这法度哪里还能让人信服？哪里还能威慑众人？怎么，你还想割了我的鼻子？你这是蛮横无理。既然真的有人犯法，那就要有所处罚，不然会乱了人心。那是你们大秦的法，管不到我们义渠人。义渠人也是大秦的百姓。哼，我们义渠人高兴做大秦的百姓就做，不高兴了就不做。义渠君，这边请。义渠君，就是这件。把门打开。这……打开。是。打开。是。请。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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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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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在这儿度日如年呐，你怎么今日才来接我们出去啊？大王，你看到没？他们把我们当牛马般锁着，他们就没把我们义渠人当人看，关在这里头没酒没肉的。大王，快带我们走吧！本王知道，兄弟们在这儿受苦了。太后说了，很快就会把你们放了。只是眼下怎的？眼下兄弟们还要在这儿再熬几日。
我等给大王惹了麻烦，那就听大王的，再住几日，啊，住几日，住几日，为了大王，我们再忍忍，住几日，不就受点委屈吗？住几日，住几日，住几日，住几日。你给我进来！义渠君有何吩咐？把我兄弟们身上的链子立刻摘下来。这，按照大秦刑法，他们犯的可是重罪，万万不可。少说废话，我让你谢了。本官无权擅自做主，这必须得请示了蒙敖将军，方可行事。你信不信？义渠君，这个虎威将军犯的可是死罪，朝廷若是追责起来，本官实在难以担当。大秦朝廷管不到我们义渠人。对，义渠君，你吃的也是大秦朝廷的俸禄啊！那从今日开始，这俸禄本王不吃了。你竟敢杀廷尉！义渠君，你要谋反！别杀我！你也不想活了吧？小的照您的话去做便是了。看。大王，解开！眼下我们该如何？走，往回大营。走。太后，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两方早已火并。眼下，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如不妥善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太后，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已经触及秦法根基。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不忍责罚，使得纲纪废弛，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义渠君刺伤廷尉劫狱固然犯法，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谨慎小心。此事看似突然，实则必然。义渠人尾大不掉，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太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雍大人所言甚是，但微臣担心的是，如今列国争雄，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万不能自我瓦解，发生内讧。好了，此事我心里有数。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该如何解局？以微臣看，以3日为限，要义渠人交出虎威。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而后再议其他。也只好如此了。白将军，此事由你去办，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臣遵旨。想让我交出虎威，想都别想！大王，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国。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可是大王一时兴起，伤人劫狱，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哼！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也许还好重新商议。人是我伤的，玉是我劫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让他们来找我。大王，太后让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两人之事，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大王可以去外面看看，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大王，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义渠人宁可自己死，也不卖兄弟。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如果你们想打，别啰嗦。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反就反了，我怕过谁啊？大王。大王，虎威再敬你一碗，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
这些年，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始终不二，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哎，大王，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还要如何？哎，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哎，你还记得那年吗？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是你，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靠着喝狼血、吃马肉，几十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啊！但是大王你命大。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知足了。来。眼下，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既然都是虎威的错，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屁话！你惹了麻烦，我也惹了麻烦，这叫锅底不咸灶黑。你我是龙头跟缰绳，谁都离不开谁。再多说都是屁话。哎，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让他们围吧，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怕什么？有朝一日，兄弟们待烦了，我就带你们杀出去。天高云阔，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对，但是那太后，她是我的女人，她会跟着我走。那个女人身子跟着大王，心却跟着秦人。我跟她有过誓言，她不会对义渠人怎么样。大王，你还记得吗？老吴至死都不肯让大王跟那个太后成婚。开始虎威也不明白，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看来，老吴的话灵验了。大王，大王，既然你我是兄弟，我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义渠人的累赘。将军，今日3日限期已到，义渠那边若根本不予理睬太后的旨意，我等该如何是好？先礼后兵，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将军，有人出来了。将军，将军，将军，胡将军，将军，将军，让开！将军，将军，将军，胡
威将军，将军，将军，威将军，将军，将军，回去！将军，不能去啊！将军，你不能去啊！将军，走！将军，回去！走，准备迎战！秦国小儿，为我一曲大营多日，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今日爷爷在此，来拿吧！将军会不会有诈？拿下！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大王，虎威先走一步吧。虎威自刎，出乎意料。虎威死了，倒也解了一个难题。明日可通告天下，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幡然悔悟，以死谢罪。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免得进退两难。可是虎威和义渠君关系迥殊，我只怕他那里，难办。升天在上，兄弟，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岳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
军的人马已经在日落前撤走了。他们趁虚如愿了，害死我的好兄弟。大王，只怕胡威不顾一己之身，也是为了成全大王和义渠啊。胡威忠心，他一心只为了我着想，从此我活着便欠他一条命。事已至此，大王放手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不是他们苦苦相逼，胡威不会死。大王，我愿禀报太后，大王愿意带着部下回到草原。大王是草原上高飞的雄鹰，太后是盘踞在咸阳宫中的凤凰。你离不开草原，她也离不开咸阳。大王，既然大王已经统一了草原，义渠人已经有了远胜于过去的富饶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咸阳不值得再留恋了，义渠人该回家了。不，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义渠人的一份儿，我为什么要回去？啊！大王是因为舍不得太后，她是我的女人。假若大王和太后已经走到了尽头，留在咸阳只是对两个人的戕害。你个狼崽子！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已经是我们义渠人的异类。听好了，我与芈月是一家人，我们有孩子，整个江山是我们两个人的，谁也别想把我赶出咸阳。那秦王呢？你可替他想过吗？他既然不想与我是一家，那就散了，我不亏欠他。大王错了。我错了吗？大王错想了太后，错想了义渠在大秦的分量。我与芈月是夫妻，是否对错，用不着你告诉我。大王知晓的是太后，她是大王的妻子；大王不知晓的也是太后，她是大秦的太后。大王，不要再逼太后两者中选其一了，那是会逼死人的。太后，义渠君来了。义渠君，坐。义渠君，太后赐座了。本王不想坐。义渠早已归顺大秦，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你个阉人，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木心是秦宫的大监，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这是宣誓殿，不是交房殿。义渠君，还是遵守礼法，好自为之吧。那你就让他出去。木心，在，这里不用你了，你出去候着吧。是。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你们秦人好毒！虎卫触犯秦法，当街杀人，说他幡然悔悟，以死谢罪，比不知悔改、畏罪自尽不好吗？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
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该是给足了他面子。面子？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面子啊？是他自己寻的短见。论杀人罪，他也是该死的，谁能害他？好，你是太后，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无论义渠还是秦人，说的都是个公语。义渠君，一起用事害人害己、伤人劫狱之事，朝廷还没有追究呢。本王不怕追究。你在追究本王之前，先把那2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谁？蒙敖，还有雍瑞。为何抓他们？他们2个是害我虎威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雍瑞策划3日的期限，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何必那么多周折？是我准许的3日期限，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你来取我的人头吧。你别逼我！义渠君，你该迷途知返了。义渠君，在这大殿上，你一直叫我义渠君，在你的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宣誓殿内的君臣，江山社稷，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我说的没错，你这个女人，身子跟了我，心却跟着秦人。我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好，你若无心，我不强求，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义渠君，你想怎样？你是我的女人，我不会对你怎样。但这大秦天下，是我帮你打下来的。我既然可以帮你打天下，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袍子缝制好了，等哪日义渠君来了，再给他吧。收起来吧，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母后，太后，先生今日夸奖公子服了。夸奖福儿什么？先生夸福儿敏勉虔诚。福儿是如何对答的？福儿对先生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福儿答得好。可是，香儿姑姑说，王兄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比我更能干。父王常让他看策论，还让他到司王馆去听策士们辩论。若是你们的父王还在，也会让你看策论的。可我从没见过父王。母亲是在梦中与父王相会，才有了我。那，福儿，你想见父亲吗？想啊，下次福儿做梦，让父王看看我好不好？过2日，福儿就10岁了。
真快啊！我的福儿都快10岁了。太后，有事吗？义渠君派人传来口信，说后日就是公子服的生辰，义渠君有几匹好马要送给公子，并请太后带上小公子去骑马。母后，我要跟你去骑马。母后，我们去骑马吧。母后，我要去骑马。母后，你就让我去吧，我要去骑马。母后，你就让我去吧。好。来，上马。小心啊！哎，好嘞。福儿，抓紧缰绳。记住了啊，这马可是很聪明的，专欺负怕它的人。如果掉下来，千万不可以哭啊，要不然他会看不起你的。知道了。去吧。这，快点，这，快点走，这，别扶我，这。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开始曾不想来的，可你还是来了。福儿10岁了，我想让他见见亲生父亲。坐吧，咱俩喝一杯。下去吧。义渠君，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你穿着一件大红披风，一路自乱军中冲出，我想拦你，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当时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当日我想着，你们杀了黄歇，我也不活了。没想到，我还是活了下来。那时你为了黄歇，一心要杀我。可是到如今，你还没杀掉我。我不仅没有杀了你，还做了你的女人。长生天在上，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可我想自己做主。我真想叫时光倒流，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心无芥蒂，和好如初。野马君，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我和你跟福儿是一家，但愿那嬴稷不是。福儿是我的孩儿，继儿也是，你能叫我如何？你太贪心了，明明不可兼得，却样样都想有，永不知足。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十指连心，不分彼此。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我不如那嬴稷的父亲。这不是你的真心话。那你就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从今往后，他姓翟，不姓嬴。你知道，这不可能。大王说了，看他手势，只要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扔，咱们就冲下去。记住了，掳走太后和公子，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别慌，太后有令，
义渠人不动，我们就不动。是。我不想逼你，但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个了断。如何了断？既然你不想放弃营妓，那就放弃咸阳吧。我不明白。咸阳以东给你儿子，咸阳以西由我立国。我义渠人也不占你秦人的便宜。大散关以西由我掌管，大散关以东到咸阳，留给福儿，如何？我用了这么多年，将一个四分五裂的秦国聚拢在一起，以此为凭借，东晋魏汉，南下楚国，西出巴蜀，使秦国成为诸侯中最强之势，甚至有可能取代周王室一统江山。如今，你却要将它分割成3块。你说的这些跟我没关系。我义渠人做事，凭的是刀剑和马匹，上对得起长生天，下对得起自己跟部族的父老兄弟。义渠君将统一的秦国变得4分5裂，这办不到。办不到？办不到。真的办不到？那我们就接着喝酒。大王举杯了，准备。剑圣贤，掏出鞘，准备。义渠君，自从嫁给你，我一直把你看得比我自己还重。我曾说过，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凡我能做到的。大秦的江山是秦人和义渠人一同打下的，我就不信秦人和义渠人愿意看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江山再次被无端分割。我不信福儿愿意和兄长反目成仇，更不信长生天愿意看到骨肉相残。再等等，让我把酒杯放下吧。看在父亲和孩儿的份上，你再回去好好思量一下，你我之间万事皆可商谈。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锦袍，这些日子你一直没有进宫，所以今日我给你带出来了。好吧，今日就算你我商谈过了。既然你说你心里有我，那就回去跟营妓说清楚。5日后，我会带人进宫，到时候
若宣示殿的大门是敞开的，就以这张羊皮地图为凭，从此两下相安无事；若殿门是关的，莫怪我只能不念旧情，带人杀进去。到时刀剑无厌，杀无赦。太后，一群人已丧心病狂，我等不得不有所防备啊！尽管太后一直期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但如今不提防是不行了。微臣愿调动大军，重新包围义渠大营。只要他们敢轻举妄动，即刻将他们全部歼灭。不可！这些年来，秦人和义渠人共同浴血，宛如兄弟。义渠将士在咸阳附近就有上万，在西北还有数十万。如果王军和义渠将士兵戈相见，只怕会引起大秦境内无休止的内战。太后是希望尽可能不大动干戈，而平息事态。正是。白将军，白起自幼在义渠部落长大，知道这些年，义渠将士们已经有不少人把家从草原迁到了咸阳，也有不少人与秦人通婚，在咸阳娶妻生子。他们早已经把咸阳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即便跟随义渠军与朝廷对抗，也绝非本意。微臣这几日会尽力的与他们联络，说服他们，一旦真的要离人出鞘，也绝不把秦人当成敌手。幕后在看什么？日落。落日融尽，残阳如血。这可能是他能看到的最后一个日落了。明日就是第5日。我当日若不把他拖到咸阳来，搅进这些他无法理解的纷争当中，此刻他还在草原上行猎、纵马、放牧。他是匹野马驹子，天生属于那边的日月星辰，不属于这里的楼阁亭台。幕后，不必说了，都这个时候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将军，你呢？我的，拿好了啊！走，大王，太阳快落山了，明日独攻的兵马已经备齐了。好，告诉兄弟们，酒肉酣畅，好生歇息。
是。好了啊，大王，明日会有一场恶战。不会的，我与他之间不需要。大王，还是有备无患的好。他曾经说过，终究要取我性命，可是他做不到。母后，福儿，怎么还不睡？母后，福儿昨日在梦中见到父王了。父王对福儿说，以后从马上摔下来不要哭，要做个大丈夫。母亲记得，前几日在城外骑马，义渠君也是这么对你说的。不是义渠君说的，是父王说的。母后告诉父王，再来看福儿好吗？好。福儿睡了。福儿快睡。也许过了明日，福儿就只有在梦里见到